韓國人氣組合 2PM 嘅泰籍成員 Nichkhun 一向都形象健康，深受世界各地嘅粉絲喜愛。不過最近佢就捲入咗醉駕事件，震驚韓國藝能界。事發當日嘅凌晨2點半，Nichkhun就同埋同公司嘅藝人 Gathering 之後就揸車走啦。點知架車去到江南區學洞嘅十字路口嘅時候呢，就同一個電單車相撞，電單車司機受咗輕傷。而 Nichkhun 事後呢亦都留喺現場，佢亦都向警方坦白講出自己開車之前飲過2杯啤酒，結果酒精測試驗出佢嚴重超標，即時吊銷牌照。Nichkhun 嘅所屬事務所 JYP Entertainment 亦都隨即發表咗聲明交代事件，而 Nichkhun 亦都透過公司對於呢次事件嘅受害者致歉。佢嘅媽媽亦都喺訪問度表示好擔心自己個仔，而佢嘅 Twitter 呢就從事發之後一直都冇更新過啦。受到事件影響 ，2PM 代言嘅水上樂園網站已經將 Nichkhun 嘅相 cut 走，而下個月 JYP Nation 演唱會同埋 2PM 嘅日文碟發行，亦都可能會因為 Nichkhun 而影響咗 2PM 嘅整體活動。Nichkhun 今次真係禍不單行咯。